木妈木那包木的那个。来，老师再念哦。别刚横格哇35公里几岁，对不对？别，好，刚横格哇Kepedasan hey ya oh gelap nilai Kepedasan hey ya oh dan setia Kepedasan hey ya oh gelap nilai Kepedasan hey ya oh dan setia 我们在做这个词典是从无到有，我们的耆老建立一个词根，我们另外一个耆老做一个延伸词，那我们其他的都在这个他们所建立的这个词根延伸词律句里面，我们再去审查，审查通过了，我们耆老延伸词还有各委员都通过了，都舒服了，而且是特别是耆老的心理，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词根的内容、文化背景，他们知道。那我们这个年轻的，我们就从他们那边学习、了解原来他们真正的目的、真正的意识是在这里，所以我们才能够大家一起来建立这一本这个词典，这个词典是很宝贵的。其实我们为什么这个词典的部分除了寻找它的那个词根、它的那个衍生词之外，我们每一个衍生词的部分都有给它造句这个也就是希望他们未来在使用或者是在写作，能够帮助他们就是词性的使用用词的准确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希望这个中册词典的出版能够帮助很多的母语老师，特别在第一线就是教导母语的或者是一些研究者，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他们方便，而且可以丰富的去学习我们太鲁阁组的文字研究的这个工作。谢谢。大家好，我是秀林乡长王玫瑰。秀林乡公所致力推广文化相关产业之外，传承对我们来说也格外重要。对于族语的复振，我们会竭尽全力的推动。本次太鲁阁族语词典中册的发行，改善了上册的不足，将书写缩小，方便携带，也使用圣经纸，能让长者有熟悉的触感。最重要的是，改善了索引的方法，让更多的族语老师或是学生，在使用这本词典的时候，更能够方便。近年来，秀林乡公所出版了各式的书籍以及教学影片，就是希望能将文化的传承力度提升到最高。最后，期许本所未来在族语推动能够结合部落，共同来努力，让大家都能感受秀林乡充满着太鲁阁族丰富的文化底蕴。Ini